全場高花台灣上勇，2026世界棒球經典賽佇日本東京登場，大批台灣球迷攏到日本替中華隊加油。不過袂當回日本嘛袂要緊，古來華特別甲熱銷的烏糖碰餅，印象2026世界棒球經典賽挺台灣的理由。自從知道打進我們的東京巨蛋之後，我就開始規劃說，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挺我們台灣的棒球啦。還有世界棒球經典賽現在既然在日本東京舉行，那我就想說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們店招牌的封面上面蓋那噴印上啊，這樣一個賽程表的方式，然後來跟大家說我們挺台灣的決心。目前只有製作3月5號、6號、7號、8號賽程，逐工限量生產100粒，了後會閣依照賽程來做調整，內車有卡數。我今天如果想要碾壓我的對手啊，我就趕快把這一顆吃掉，然後甚至說我可以特制啊，上面我今天想要碾壓哪一個國家，我就把這一個國家的圖騰給吃掉了啦。哦，如果贏了嘞？贏了這顆就可以留在家裡面，然後留着自己就可以覺得說，當前進邁阿密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留起來說，哇，這一場是贏的。一條來，第二條對日本。來個對捷克，最後一條要甲韓國口鬥。想要拍敗倒一隊，就甲碰餅底邊食掉。一直以來，無論是小棒也是壘球等賽事，古來華攏有長期咧關注。這回台灣拍入去經典賽，更是全國焦點。巴東老店當然愛支持挺台灣。台南新聞說話，蔡宏報道。